有一寡服务业开始做数位转型，一寡基层工课渐渐互机器人数位产品取代。劳动部建议业者就要加强培训基层劳工的各种能力，劳工就当发挥更较大价值。不过，也有学者指出讲，台湾真侪中小企业的头家无长期培训员工的概念，可能会造成头家家己对袂着时代，失去产业的竞争力。机器人到的时候，机器人伫餐厅内底送料理予人客，现代科技发展成果开始应用伫服务业，那餐饮业、超市卖场也开始有自助算销机器取代人力，金融业也有线顶智慧系统取代部分客服人员。劳动部罗安所发现，虽讲数位转型可能会害基层劳工出现失业的风险，不过若雇主愿意投资成本做人力转型，加强培训劳工，嘛通提高产业竞争力。可能会因为数位转型而有一些职业可能它的相关的工作机会会减少，但是呢，其实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会被创造出来。像银行，它的相关的一些可能前台人员是减少的，但是呢，这些人员呢，他可能会去被转型成相关的金融理专。他当然是要透过相关的一些职业训练，再强化他的一些职能。针对数位转型，有学者嘛发现，台湾的服务业大部分拢是中小企业，目前并无投入伤济数位转型，因为数位转型需要大量人才、技术、资金，拢是大企业咧做较济。中小型的服务业者若无数位转型，有可能就会对袂着时代。中小企业头家伊的资金、人才拢有限，利润嘛无趁遐济。台湾大多数的企业，不管服务业、制造业，长期以来拢无在做人才训练，因为台湾的头家拢想讲要叫用现成的人才，去共挖角好啊。大多数的企业头家伊无想讲要来好好训练家己的员工。学者指出，面对数位转型，部分基层的工课会互机器取代，已经是趋势。原有的人力就需要经过训练，转到其他无法度互数位转型取代的工课。学者认为，台湾侪中小型企业的头家，较无愿意投入资源伫这部分，背后就有可能会互人抬掉。学者建议政府要有机制鼓励中小型企业继续培训员工，由政府带头鼓励企业建立劳动市场的教育文化。记者关长随台北报道。